据报道，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文字书籍以及出版被完全禁止。现有维吾尔文字各类书籍，包括维语、哈语学校科教书等，正在被中国政府强行收集、销毁。对此，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首席执行官阿卜杜吉利里卡尔卡先生发表声明称，中国政府强行收集、销毁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民族语言书籍，是同化政策的一部分，是在扼杀民族文化。我们强烈谴责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好莱坞演员娜塔莉·波特曼拒绝参加在以色列举行的颁奖礼仪式。以色列的创世纪奖确定了娜塔莉·波特曼为得奖者。该奖项旨在表扬为犹太人群体和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著名人物，而娜塔莉·波特曼决定拒绝领奖，并取消了自己去以色列参加颁奖礼的计划。吉尔吉斯斯坦议会20日召开特别议会，投票选举阿波尔加基耶夫为新任总理。该议会共有120名议员。当天出席特别会议的115名议员投票，一致同意阿波尔加基耶夫出任新总理。对卜莱梅的指控是针对卜莱梅外办一位女性负责人利用工作职权贿赂和团伙滥用庇护申请，该负责人目前已被停职检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切尔约耶夫通电话，两国领导人讨论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两国多边关系等问题。叙利亚政府愿意配合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就疑似化武袭击事件展开调查，并为调查团的工作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目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调查团人员已进入东古塔地区杜马镇。